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哋先嚟講一講中小型發展商遠東發展喺4月1號發出嘅一份通告，表示集團根據票據條款，將原定喺2026年4月18號支付嘅3億6千萬美元永續債嘅派息遞延至下一個分派支付日，並提到票據持有人及投資者喺買賣票據嗰陣時務必要審慎行事。其後彭博有跟進嘅報道話，儘管香港房地產市場有復甦嘅跡象，但一啲中小型嘅發展商仍然面臨新嘅流動性壓力。佢哋嘅處境相比於行內嘅大型企業更唔穩定，亦都表示中小型發展商或涉足商業房地產嘅領域更多，而呢個領域嘅復甦步伐較為呆滯。而遠東發展債券價格喺4月2號就出現咗自2022年底以嚟最大嘅單日跌幅。而信報財經專欄作家歐景年喺佢嘅文章嗰度亦都有提到呢件事。佢話永續債延遲派息係一個非常負面嘅先兆，佢嘅性質同當年新世界爆發債務危機前嘅路徑高度一致。喺順藤摸瓜檢視遠東盤賬嗰陣時，發現情況相當驚人。翻查近期嘅中期報告，截至2025年9月30號，遠東目前欠下嘅債務高達107億，而呢個只係僅1年內到期嘅債務。魔鬼嘅細節就必須要留意項目嘅附註。1年內到期係有緩微，呢啲債務中有部分係必須要馬上償還。目前只係靠銀行行使酌情權，暫時唔強制執行。喺會計嘅角度，統一當佢係1年內到期。如果銀行收緊尺度，呢筆超過100億嘅短期債務壓力將會排山倒海而嚟。就算用最包容嘅心態，距離2026年9月30號嘅1年內都只係剩翻幾個月，剩低嘅財務黑洞似乎公司唔容易解決。至於1-2年內到期嘅債務，亦都有70幾億，呢筆債疊加上去，只係好似層層疊咁樣搭上去，而仲未計2年以上嘅債項。而睇翻佢現金結餘，目前剩低嘅大約30億，換言之，若非銀行喺一定程度上面俾酌情空間，佢嘅流動性已經陷入資不抵債嘅邊緣。而遠東亦都冇守株待兔，近期佢哋就嘗試減債，例如將墨爾本嘅麗思卡爾頓酒店轉讓，重新翻到家族私人持有，換取幾億元現金。雖然賣出嘅係優質資產，但係相對於100億債務嘅負擔，只係杯水車薪，無法根本上解決龐大嘅債務缺口。外界可能認為遠東嘅困境只係同中港樓市有關，但係實際上佢嘅債務危機主因係高槓桿以及全球地產下滑問題所致。佢哋嘅房地產版圖分佈極廣，包括馬來西亞、澳洲嘅墨爾本以及英國嘅曼徹斯特。而今日嘅遠東就令人諗起尋日嘅新世界，而走過嘅路徑亦都大致一樣。集團同新世界以及周大福企業曾經多次合作，例如佢哋喺墨爾本就有合作發展項目，喺商業版圖亦都頗有交集。早年佢哋曾經先後入主有線電視，而家就相繼陷入債務泥沼，確實有一種難兄難弟嘅感覺。而事實佢哋兩個家族真係世交嚟嘅。而目前新聞對呢件事唔算關注，亦都好多大媒體冇報。其實每個地產商都有佢哋嘅財務壓力，但係一旦出現票據無法按時還息嘅情況，往往就係暴風雨嚟臨最重要嘅先兆。而新世界就話大到不能倒，又襟撈又識撈，氹得阿爺開心。而遠東似乎又冇呢一種技能，而唯一嘅懸念就係集團同銀行好似蚱蜢兩隻腳綁埋一齊咁，你逼死我自己都傷殘，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一路拖。而永續債一延遲派息就好難翻轉頭，唔好諗住債主會良心發現翻轉頭派翻息，只會路徑依賴一直走到尾。另外，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，醫療同保健需求增加，所以有唔少私營診所或者檢驗中心喺商廈應運而生。近日有位香港註冊中醫師喺 Flex 嗰度發文，佢揾連續幾個月收到專營醫療單位嘅地產宣傳單張，又表示易手嘅單位全部位於中環、灣仔、油尖旺區，而且多數係喺醫療中心集中地嘅商廈。佢覺得疑惑係咪有唔少西醫診所或者檢驗中心結業？佢表示當中有唔少單位都係靚裝同埋有設計，如果接手經營可以慳翻20至到40萬嘅裝修費。但係今時今日嗰啲老牌西醫都有自治嘅物業經營診所，加上市民醫療消費意欲下降，新開嘅診所需要面對唔少嘅經營壓力，業主想揾租客承租都唔容易。有唔少網民就呢件事發表睇法，而首當其衝，佢哋係歸咎於北上體檢消費比香港平。
有對呢個行業較有認識嘅網民就認為，醫療體檢中心向來嘅利潤都低，加上市面上有唔少連鎖醫療集團都係手持大量客戶資料，正常圖弱流強。如果係獨立體檢冇乜肉食，小型體檢中心亦都難於吸客。而體檢亦都唔係會令人樂意消費嘅行業，再加上化驗同埋儀器嘅成本唔低，仲要考慮人工開支、租金同埋其他營運成本，導致經營壓力大，難以生存。而早年香港嘅私營體檢係受惠於內地自由行，有唔少旅客會嚟香港做體檢。但近年旅客大減，再加上本地走咗一班中產，導致生意變差。而仲有一個問題就係，其實香港一直都有唔少醫療或者醫生大廈，一般喺啲單棟式嘅商業大廈，混雜大量嘅診所、檢測中心同埋化驗中心，而通常都位於核心區，包括油尖旺、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。去到2023年，喺環境同經濟影響之下，香港甲級商廈嘅出租率下跌。有業主覺得呢個行業嘅影響比較低，就計劃將我哋手頭上嘅商廈轉型做醫療大樓，吸納醫療行業嘅租戶，亦都間接造成供需失衡。另外，自從美國以色列攻擊伊朗以嚟，社交平台頻傳伊朗獲勝嘅假消息。其中一個獲認證嘅 X 賬號喺4月2號就發布咗一條影片，聲稱特拉維夫遭到伊朗嘅猛烈攻擊，並稱情況迅速發展，造成沖天大火。不過有唔少網民一睇就穿，影片並非特拉維夫，而係香港嘅大埔，係舊年大埔宏福苑大火嘅影片。有網民就喺度留言，係咪代表伊朗就宏福苑舊年嘅大火承認責任？亦都有網民嘗試向 X 平台嘅 AI Clock 查詢，佢嘅回應更加令網民哭笑不得。佢表示影片顯示一場夜間大火吞噬咗特拉維夫嘅高層建築，可以睇到緊急車輛同今日通報嘅伊朗導彈襲擊引發嘅火警描述相符。而有關被認證嘅帳號近期都有連串嘅假消息，當中更加用咗2015年天津大爆炸嘅片段，報稱係特拉維夫遭到伊朗嘅攻擊，更加話喺國際媒體上面睇唔到。另外跟進一下過去幾日市場錄到嘅二手蝕讓以及短炒獲利。第一間係太古城啟天閣高層醫室759尺，賣咗1490萬，尺價大概19600。業主喺2018年以1670萬買入，次貨8年帳面蝕咗180萬，相等於10.7%。跟住西貢康湖居 J 段兩間商號屋同為1373尺，總共2746尺，加3000隻大花園以及私人船位，以5180萬賣出，尺價大概18800。業主喺2015年以6000萬買入，次貨11年帳面蝕咗820萬，相等於14%。跟住馬鞍山嘅匯朗2座低層 B02 室266尺開放式賣咗306萬8千蚊，尺價大概11500。業主喺2020年以430萬買入，次貨6年帳面蝕咗123萬2，相等於29%。第四間係元朗朗城匯2座低層2室489尺賣咗738萬，尺價大概15000。業主喺2018年以839萬買入，次貨8年帳面蝕咗101萬，相等於12%。跟住仲有清水灣道嘅傲龍12座中層 C 室1157尺賣咗1500萬，尺價大概12900。業主仔2018年以1966萬買入，次貨8年帳面蝕咗466萬，相等於24%。第六間係灣仔嘅舊樓寶和大廈高層 C 室423尺賣咗498萬，尺價大概11700。業主喺2019年以678萬買入，次貨7年帳面蝕咗180萬，相等於26.5%。而短炒獲利方面，就有天富海灣嘅盈悅一間16座低層2室1166尺賣咗1222萬，尺價大約10004。而業主喺2025年嘅11月以1000萬買入，次貨大約5個月帳面賺咗222萬，相等於22%。話雖如此，但係舊年11月又冇發現天富海灣有個8500蚊尺咁低價嘅成交，相信裏面嘅文章並唔係我哋表面睇咁簡單。第二間利奧坊嘅首寓中層 C 室262尺一房賣咗593萬，尺價大概22600。業主喺2025年7月以528萬1千蚊買入，次貨8個月帳面賺咗64萬9，相等於12.2%。而仲有一間就恒地位紅磡嘅 The Garden 高層 T 室，面積263尺，以578萬賣出，尺價21977。
而業主就喺舊年12月以529萬買入，次貨4個月帳面賺咗49萬，相等於9.3%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如果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訂閱、留言、like，如果方便的話，麻煩頂到尾。